大家好，我係 KHR 海基嘅 Tommy。咁咧，至到4月頭啦，美股有一個大調整之後啦，指數咧其實都開始慢慢 pick up 翻上嚟啦。咁一啲咧投資者都開始會唔會睇翻一啲啦比較 risk on 啲嘅股票類別咧？咁今日條片咧就透過咧市況好轉啦，就想同大家 update 下咧有關於 AI 咧最新嘅狀況嘅喎。咁咧，根據咧大行報告啦，就話咧全球咧資本支出嘅調查顯示咧，其實市場咧對於 AI 需求咧依然咧係需求都係十分之強勁嘅。咁咧報告亦都有指咧，同 AI 相關嘅資本開支咧增長咧係幾明顯嘅。咁例如網絡、互聯網絡同埋服務供應商咧，預計咧2025年嘅 CapEx 咧係按年增長咧去到4成嘅。比起咧舊年咧調查嗰陣時咧，仲高0.3%添。咁除此之外咧 ，AI 相關嘅公用事業咧嗰個同埋半導體行業嘅資本開支咧，其實亦都有超過10% 增長。咁而亦都係遠高於整體咧嗰個產業嘅平均水平嘅。咁亦都反映咗咧，其實整個行業咧個投資程度咧，其實都十分之高漲。咁而講到半導體啦，其實咧 NVIDIA 嘅創辦人咧黃仁勳咧喺個 Computex 入邊咧喺個年度嘅大會上面咧，亦都有透露過啦，佢哋最新嘅一代 GPU 咧 GB300咧預計咧會喺第3季開始量產嘅喎。咁呢款產品咧將會推動先進嘅半導體啦，同埋封裝咧嗰個需求。咁啊對台灣嘅server 啦嘅供應鏈咧供應商嚟講咧，其實就一個幾值得睇好佢哋嘅前景啦，不論收入啦同埋盈利添。咁仲有咧，其實NVIDIA 亦都推出咗呢個 NVLink Fusion 呢啲平台啦。咁呢個平台咧可以令到輝達嘅 NVIDIA 嘅 GPU 啦，同埋其他品牌嘅 ASIC 咧有一個整合，咁打造一個開放型嘅 AI 平台，咁方便啦合作伙伴啦，可以透過一個佢哋嘅需求咧嘅 AI 定製啦，去提高咗一個整體生態嘅靈活度啦，同埋咧創新能力嘅喎。咁另外咧，其實黃仁勳咧亦都宣布咧 NVIDIA 咧都會同台灣政府啊、台積電啦、鴻海啦等等啲大型企業咧有啲合作。咁做咩咧？就係喺台灣度咧建設呢個超級電腦，咁亦都會喺一個台北嘅科學園入邊啦，建立一個新嘅 NVIDIA 嘅總部。咁呢啲舉措咧，其實都反映咗台灣喺全球 AI 嘅供應鏈上面咧，依然係一個舉足輕重好重要嘅地位嘅。咁呢度為相關咧未來嘅產業啦，提供個好強大嘅動力。咁投資者咧就可以透過近期有一個 risk on 嘅狀況啦，都可以再次留意翻啦 AI 相關嘅股票嘅。咁不論係美股同台股咧，都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